阮这组的来队长哦，嘿，不得了啊，伊甲头毛夹起来啊。哎呦，那敢歹人呢哈！来，咱的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佑生的。今仔日穿粉红色的，互阮队员家己介绍哈。好，来。 大家好，今仔日我是粉红色的大伯。哦，你是大来讲，你咱讲家拢是谁啦？你叫大伯，哎，大伯你好，大伯你好，哎，大伯，通啊麻烦甲阮介绍落去无哈？后一位啊，我甲你讲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伯的细汉的姐姐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孙。恭喜！身上拢是你的。 师弟妹哦，嘿，算是，拢公司的，拢公司的，今要拼100万。对，哎，所以讲上主要是讨厌对面迄组。上讨厌啥？上讨厌啥？我队长敢会当讨厌队长袂当讨厌吧？甲恁歹势势，甲恁配甲安尼，实在是歹势。啊，等下要相拍吼，唔通互阮镜头看到啦，我去后壁拍。我敢讲尔，唔敢拍。忝嘛忝嘛。好，来看者，拄啊相拍的队长啦，来，欢迎我的队长梁弟。我是梁弟，迄边的是济公啦，阮家是地公啦，因为是甲干嘛嘛，阮甲干嘛，提奖金嘛吼。我来介绍我的队员，队员吗？头一位地地公，地公身材真正好。哦，今天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希丸，单希丸。希丸。系啊。今天这是老师教，伊这名希丸。老师丁本我有来嘛，老师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武。新武。 台南来，台南来。听讲真厉害啊！你看起来讲水，但是伊也讲一寡迄个，譬如讲今日吼，什么时尚的有禁忌啦，然后今日穿什么色会较幸运啦，最厉害呢。跟咱算命先的，安尼哦，系啊，安尼甲恁问者，今日穿什么色上适合？最近吼到年底以前吼，上好拢穿黄色，还是讲吼干嘛色的？哦，安尼咱赚大钱。哦哟，对，内底嘛无黄色。大家好，我是玲子。 我今仔我是台中南投人。哦，因为阮爸爸台中人，阮妈妈南投人。哦哟，你台南人的目标就是要帮亮泽哥赢100万。有人形容你是24装赤坎糖，请问是什么意思？后来美术这边是皮肤哦。 哎呦，因为啊，赤坎是你台南大家拢知吼，赤坎老是，啊，是啊，那是赤坎糖，赤坎糖可能是台南遐吼，应该是有什么乌糖啦，哦，嘿，啊，啉落去啊，吼，哦，恁的生都真水，查某囡仔生都真水，查甫囡仔生都真缘投。24装，我甲你讲，24装就是讲24种的化妆啦。哦，安怎装啊？哦，安怎装拢是水的啦。我感觉是皮肤哦，因为人讲乌金嘛，乌金嘛，啊，查某囡仔上水嘛，乌金嘛。 乌金安尼，所以美术这边是皮肤哦。哦啊，像我这边吼是可爱美人。哦，大家想看卖24，你捌听过一句俗语无？一年活24个头家，所以24代表真多嘛。啊，只头先讲24装，就是讲，不管你安怎装，换来换去，24种，嘿，都是足水足古水的。是哦，所以总共一句24装赤坎糖，就是古水美人。哦，美术当是皮肤哦。 阿雄是可爱美人哦。好来，两队咱请选择。美术阿雄叶志平。喂，你真正真爱我大伯啊！你到底，你到底，厉害，拢免讨论，安尼唔免问啊！还没开始讲是我就选起了呀。一定是我，对，无唔对。你感觉是皮肤哦，因为乌金啊，乌金是查某囡仔，乌金足水。而且赤坎迄是台南嘛，台南。你住台南，哪有可能无乌啦？对啊。嘿，敢若是的吼。好，啊，来咱这边队长。 私人感情，你改啊！妈呢，你拄好有走去我做你弟的私人感情。哦，好啦，其实嘛，甲耀新哥讲，我赤坎遐台南就乌啊，24装可能拢无法度改，迄乌金甲底互倒去安尼啦。哦，底袂过，底袂过。所以乌金。好，啊，来咱这边。哦，因为像上哥讲的，有装有化妆，啊，搁有糖，有装搁有糖，一定是可爱美人。
对不？哦，真够疼，可爱美玲。是。哇，这真正有影私人感情啊！我感觉这支嘴嘛是好蕊蕊。不要紧，老师有正确的答案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皮肤哦。是不是爱算我一届？对不对？来分数，恭喜得到1000咯！嘿，刚听不是你问的啦。嘿，啊，咱听这边咧，嘛是得到1000。咱照字面来讲，就是讲吼，你有24种迄个化妆的方法，佮安怎装？因为24就足济啊嘛，吼，所以佮安怎装，就是会像赤坎遐的糖共款乌乌。啊，像咱赤坎糖咧，第一台南足热的，真正是会拍甲迄个乌安尼。第二是遐在地咱有一种碰糖，吼，就是碰糖啊，伊是拢用乌糖来去隔啊。做月来也是咧食，啥物拢真好。啊，搁来就是讲遐，毕竟是府城，所以嘛有可能做一寡商业，有一寡糖安尼吼。总讲一句，你唔管安怎装，你就是已经乌条底啊，无法度啊。啊，咱若要形容查某囡仔安尼讲是较家屁想啦。啊，毋过若正讲要甲学了，爱讲哇，你乌甜啊乌甜安尼，可能就较好安尼。啊，甲两位报告，咱刷影片要带大家来看美国的一个城市哦，2个字啊，3个字，3个字，3个字。美国的城市，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你是有出国有去啊佚佗过吼？唔捌，看到重点嘛，我迄桥啦。哦，对，应该叫长江大桥吧？啊，所以这个城市应该是啊惨嘛，袂晓讲。上好是诶，莫个 N 真正英文会晓讲，英文会啥？英文啊，英文。在外国。哦，三藩那是金门大桥。是金门大桥啊！你俩总讲金门大桥，你金门哦？我知影是金门大桥，我讲的。是好，来你的答案是。San Francisco。老师，San Francisco对不对？对。咱先来分数。恭喜得到3000咯！好，来咱继续甲看完哦。迄大桥太有名。对啊，真水。就真正看人去拍。哦。无，阮是开钱甲迄翕相，啊有得奖的人甲摕影片。这是真正哇，真水哦。哦。厉害啊！这夕阳告诉哇，日头出来。好，这个城市是伫咧太平洋这边，啊，加州的第4大城市，吼，啊，迄座桥真正足有名的，啊，以前那叫做旧金山，是因为以前足侪人要去遐挖黄金嘛，吼，啊，毋过啥那叫做旧咧，因为新的金山伫倒位？伫澳洲的墨尔本。望你本遐，本地叫做金山，毋过后来加一个叫做旧金山，就是 San Francisco。上个今日去倒去倒？是刷落来，咱的影片要带恁同款出国。刷这国家呢，伊只有2个字，搞摇一个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对。哎，错了。快点接，快点接，不是啊，伊啊。哎，他好像伊刚刚不是我想的迄个呢。是。先讲，来。我要讲台语的吗？拢会使。背西。背西。哎，我讲英文的，敢会使？我讲英文啊。你爱先互伊讲。嘿，你好，答应了。好啦。你的是答案是。你选一个是背西还是背西还是背山？啊，看要安怎背嘿。北西。哦，Hello。你要选一个啊？哎，你起码有4个答案：背西、背西、北西。你选一个，你感觉较有巴？你等伊。巴拿马的巴。
东南西北的西，北西，北西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北西对唔对？就歹决定的。哦，你的机会来，会使讲英语。英语也使吼 ，Brazil。健康。你讲你莫怪我就介意呢。啊，不过因为巴西还是巴西国，定定拢听到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那翻译了无好，安尼就怪怪啦，吼。所以请原谅。啊 ，Brazil 伊咱翻译做巴西，啊，这个国家就是伫咱南美洲遮，吼。啊，而且伊足有名的，就是迄个救世基督，伫个2007年的时变作是世界新。第7个，就是7个大奇迹内底迄个地标安尼，所以我感觉迄个所在是大家拢知影，啊地名因为巴西伤亲近啊，咱应该爱会晓翻译啦，哈，所以咱 Brazil 巴西国巴西拢会对，嘿，多谢。换钱。是诶，还哎，够机会哦，伊无对哦，你即马白手哦，你要换黑白哦。厝还是挂彩厝？好，厝。好来，咱来看下，厝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3000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大厝除了会当讲是大间的厝，啊，佫会使摕来讲观察，还是讲梦呢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想要互阮队员来支援一下，无因拄啊拢无。啊，试了，来。支援。你有啥物感觉？是厝观察还是梦？对对，咱感觉是梦，梦，还是观察。大间的梦。是我知影啦，我想要互你镜头。哦，你知影？好，不要紧，对就知影。来，梦，啊，结果答唔对。好，来，梦对唔对？啊！是梦吗？大厝啦。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这就是人挑起了爱要去大的所在，吼，唔是讲厝里的人小互你的迄款，啊，你就是住伫迄搭遐，啊，一般是好家人较会住伫这款，因为甲讲叫做大厝，吼，啊，就是感觉要互伊死了后较好起来，啊，毋过一般咱较善良的人，拢是讲4班呐。第4块房啊，顶三顿两块。对，啊，另外迄个蒙神咱唔对吼，因为蒙咱一般会讲土州，还是蒙菇，还是讲迄个菇，土州袂鸭卵嘛，啊，所以就是迄个蒙安尼。谢谢。谢老师。谢老师。好来，今嘛上尾啊一个挂彩啊。挂彩。哦。今嘛加油哦！你买，对，这目标他走了去。看，这么带两个白手，这都单位应该有好多啦。有题目真多，有哦，来哦，来，咱看挂彩奖金偌济？5000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6个的挂彩是咧讲人家有心，啊，若是12个的挂彩是讲人。无血无目屎，也是真有心的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简单，所以你两个拢卖算。无血无目屎，也是真有心。好，4、3、2，哦，真简单。无血无目屎。无血无目屎，对唔对？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咱挂菜一般就是过年有当时会煮鸡肉，变做长年菜嘛吼。啊，所以过年你要食的是，可见伊是伫6月，迄当阵佫是足油的，吼，所以内底无遐个菜心较拍的对啊。所以就是讲伊无心，也是假有心，吼，这个人足假。啊，毋过到12月生好了后，内底真正有心的，嘿，啊，而且煮起来当时煮汤啦，是做菜心嘛，拢是真好的，吼，迄款料理，所以咱是应该爱真有心，啊，迄个无血无目屎，一般来讲，咱可能就是
卡会讲伊那像目睭仔飞机，嘿，目睭仔飞机，一定拢是。对，因就是拢无血无目屎啊，那迄血个乌乌啊，是，嘿，哇，即马第一届哦，咱第一届啊，咱这个单位题目真多，你有看到早吗？讲好。过来一个吗？哦，这厉害哦，两边拢会当对去咱后一个会好不？对对对。